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咱生活中常常用会到，也毋过大部分的人可能较袂晓讲。这个就是米，德米亚的米。这个米就是宝贝的德仔片，会当用来熬做生活用品，像讲德米、米啊，也有米尺。啊，若文音读做米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米尺，也就是亲像草树啊同款，也毋过原料是用宝德仔变的。第二个词读做草米啊，某人讲是米啊，也就是宝贝德仔片，用来熬德拿啊、变德饼，或者是熬德人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台湾有6款上接看会到的德仔，用的来做德仔的生活用品。而且出产地附近，嘛有一寡德仔用品专卖店，像讲用德米仔来熬做德拿，用德仔片来做米尺、五花杂色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米，另外文音读做米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